Show
接我，说怎把我搞我？没有啊，没有团队来玩。那个竖屏一直卡的不得了，完全随时断，管他了，反正不管他，反正我发到抖音上不管，信号不好也拍下来，保存到本地，然后1个小时剪成5段、4段左右，竖屏嘛，这样发抖音上方便一些。反正 YouTube 上面不需要那个，不需要 YouTube 就是横屏为主。我相机拍的肯定不一样，可以放大缩小，单独可以拍单独的一个人，没有这拥挤，单独拍它。翁博8堂翁博大到1岁了，左边是苏拉，苏拉刚刚跳了1年多了，1年半了吧，在境外一直在境外跳，然后扎西拉姆以前他们2个在一起，后面肯定不知道咋回事，不好说。哎，拉错了，跑那边去了，干啥嘞？不是阿错，看错了，是另外一个，是吉宝吗？也不是，不是，这个搞忘了是谁啊？一下想不起来了。网络不正常，像高浪中我没有嘞，也来接我，说怎把我搞我？自己挑了。哪个？你没看他们穿的一样的坎肩儿？对，他们你看我身姿那，就那种坎肩儿。他们以前就有啊，这个衣服外套都有啊，一直都有啊。以前就有。一直他们团里卖的都有。呀吉呀，我他是吉兰达么，说句咱开旁有三大么，说句咱开旁有。我在小周子的堂看等着这钞票啊！你的啥？来说看，说可有你的啥的？让家这些人他落下在。
ye so se ta la so to be jin cha ye so 好，对对对，是金川3月份，不知道，记不到。大街旁的嘎罗子了没？多少家从下水里，人少没？多少家从下水里？我们你们家妈妈不帮啦，从左边接下一，从西帮啦，从左边接下一送。啥的街角上就莫着就来啥，那来些个大妹妹到哪的，上这边见下一，上在哪的，上这边见下一，上呀，他都中这个的钞票啊！庆阳宫那边休息半个月，但是没看露露他们来呢。还有今天多了穿的那个衣服，有的那个穿的比较炫一点。这边看玲玲来了，我搞忘了，又搞忘联系玲玲了。昨天是几天来一次。哎，中华初。
点了呢。哎呦，都是。哎呀，网络太差了，这个视频网络卡的不得，随时在卡。看到了，这边视频不管它了，反正拍下来保持本地的回儿。3个老虎，3只老虎，哎，曲曲儿，戴个帽子。帽子的，都是说他做白衣服，因为就是哥哥2姐妹，在后面那个他们2个在一起的。这个啥料？啊，这2个参加来了的嘛，我不知道名字了。哪个地方呢？这2个以前穿另外一种衣服。哦。这儿问一下嘛，他坐下来我来的。这是第几次见他们了？
太差了，这个竖屏完全没办法看。都吃了。对，差不多就是，但那个鸡很多次了。前几天我来的时候看到他们，我一问那些，我以为是临时的。Hello， 没，他不来，他今天吃完了不来。椒盐旺旺儿，然后旺旺儿唱歌唱得好听。
当然我没来，这他姐姐，他姐姐是江阳王木儿，他应该在旁边直播哦，估计应该在直播。这个戴帽子是笑嘻嘻，不是。达尔姆啊，这是达尔姆跳王一博那个，后面是拉姆王。
哇，香！醉了没有？没看过，还可以吧？没上过高跟鞋，穿的那种。本来就够高的了。昨天星期，昨天24号了吧？是巴达阿姨的生日和那个青托的生日，其实昨天没来，没排班，我没来。
啊？叫啥子歌？蜀人的母女？哦，不是，他是不是哦？啥子？哎，那个叫啥？蜀人的？哦不，搞忘了，不是，是不是一下就搞忘了？都休息噻，会休息再休。你没跳了吧？跳啊！我没看你跳，他来跳，在外面跳吧。我去要跳呀。你喊着我好。新歌。不是哟。看吧，等一会儿啊。眼目犍还不明显，你们的小胖的很明显。那个，他请他们在旁边跳了嘛？啊，他们那儿没来了吧？来了。他们来干啥？他们那儿不让跳了？打新在这。啊，就是噻，让他们跳噻。青阳宫那边不让跳，所以青阳宫里面不让跳。啊，青阳宫那边好贵了。青阳宫要休息2个月，那2个月啊，不是15天吗？啊，他们是那个，哎呀，说是15天。举报了。不是举报他们，是中央那边检查啊，他们那边检查，中央那边检查晚上不让跳，他们休息一段时间。这边没检查的，这儿没事，这儿可以直接跳啊。这边不是没得影响啊，这儿这边没得影响。这本来就是民主。
父母的婆婆。妈还有9点钟。电了嘛，又关机了，卡满了应该是。靠，卡了满了。没有啊，这个直播这个效果太差，没得网络。欢呢？网络都没有啊。欢呢？他不来了吧？不来呀。他给他吃了，他自己吃太多了，太急了，吐了，吐了他就来了。这里面耍几点钟？凌晨1点。他们一直都在直播的嘛，徐总儿直播也在玩，然后唱歌跳舞也在耍。基本上跳。喜儿姐姐还在唱了2首歌。就坐在张桌子上面围一圈儿看。那张桌子还是坐了20-40个人呢，还是有。有20-40人。他不是请说给你们粉丝卖东西嘛，还是抽奖嘛？抽奖嘛是卖东西啊。我是趁莽戳自己的光，莽戳自己是摄影师，他说他要去拍摄，然后吧，我都跟着他一起了噻。他们请说不是准备很多东西吗？是送吗？还是抽奖吗？还是卖哦？我看应该是上架的。应该是上直播链接，然后卖那个应该是带货那种。
他们最开始前面是6点多钟开直播室卖，我们是其实是7点半过后了。准备做了吗？哦，我忘了妮妮好久没来了。妮妮估计不能来了吧？来了吧？他应该在主要经营他的咖啡馆。他上班嘛，然后晚上去调换了。工作，他在成都一样了嘛？暂时在，但是好像有点远。又换了其他银行去了？不会吧？好多问了他，好久没来。哪儿不跳了？好吧。拿蛋糕。你24号周2没来嘛？还来不出来嘛？没有，去做点事了嘛。我的没。娃娃的表演时间秀台。他也在那个，好不好？离堂着嘛，认真一点哦。娃娃就是在那个婚礼上，他去跳那个。那个银座的。这有点长，4分半左右。杨秀不错啊。那谁错？那谁错？那谁错？有小不错，其他的都错是吧？光说的是真的，你这话说的。你的小别说，哎，跳得好，哎呀，不让跳了，完犊子。杨秀。不减价的要不得嘞。杨秀。哎呀。加减价的加减价，不减价就不减价。哎呀呀呀！那你的减嘛不会哈搞什么了嘞？知道了，加减价的加减价，不减价的加减价的加减价。他说上海语，上海语。分不出，他说分不出。小加油！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小嘛，你跑过来做这，哎，跳得好玩噻。对吧？没电了，没电了，开不了了。哎，卡满了，应该是，直接关机了，关机了。没用，没电了。人家没带他不出来了吗？他是不出来的。哎呀，阿妹跳得太好了。饼干收饼干了，这上面，哎，我就结束了吗？这个广告太差了，这个。这个是曲曲儿，这个衣服才好亮哦。
小李，你昨天没来，对，没来。我就是我台湾来的。哦，你好。上个月有来，你记得不记得？上个月。这个月有来的，上个月也是在这里啊。我们不是讲了很久嘛。你说你想去啊，有没有？对对，就现在昨天没有，今天我是2号组。现在下个月之后应该我就基本上就每天基本都来了。对不对？我9月初来，你看，现在又来，太喜欢成都了，这个这边天气还可以吧？反正我回去还看你的视频，然后去找我那天，你也找到我。肯定，一般每天都要扫没有。对呀。反正每个基本上我是挨着。对的。一圈一圈的。我知道啊，你昨天就没看到你啊。对，昨天我是礼拜3就来了，礼拜3、4、5我连续来3天了。你一般是在 YouTube 上面吧？明天要去西宁了。明天要飞西宁。飞西宁啊。那个以前来了很多那个，有些他不愿意露面，戴口罩、戴帽子，还好的。他们有些职业的问题嘛，他不会露面。我们老人家没问题